大家好，我係圓圓。睇咗前邊嘅片段，有冇人知道我喺邊度啊？快啲跟上鏡頭，一齊嚟解鎖春日嘅浪漫啦！起飛！歡迎嚟到珠海橫琴花海長廊，大家睇到嘅呢就係長達13.6公里嘅花廊啦。花嘅品種數不勝數，據說呢度365日花期都唔重樣噶。大家可以春賞月桂、夏遇鳳凰木、秋看勒杜鵑、冬擁櫻花、異木棉。4萬株大花月桂粉線藍河梅廊口紅，名靚花色更艷麗。中意露營嘅朋友有福啦！喺呢度吃火鍋睇日落，朋友圈 C 位梗係你啦！風車陣駕到，通通閃開，隨風移動，每一幀都靚到爆啊！繼續往前行就可以睇到唔同顏色嘅勒杜鵑啦，一齊嚟數下啦！粉紅浪漫向天際，見證南國不落寞。單係勒杜鵑就有5種啦。喺驛站呢邊仲可以租車漫遊全城，沿途8大打卡點隨停隨拍，快啲帶上家人朋友打卡啦！呢度係橫琴文化心臟，耗資19.9億，14萬平方米橫琴文化藝術中心，3座拱形大廳如海浪起伏，融合中西美學，以山水橫琴為魂。我哋今日嚟到呢度，好意外咁嚟到呢個展館，然後我哋執漏訂咗飛，咁嚟都嚟到啦，不如一齊入去探一探啦！呢個呢就係大家慕名而來想影嘅戴金面具青銅頭像啦，冇影到嘅朋友唔使急喎，入邊仲有好多。咦？呢度又喺度飛咩呢？
琴入海，琴澳共鳴。呢一度係總投資近49萬嘅大型綜合體，想知更多精彩，敬請期待啦！